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来到桃园龙潭嘅生活村，内路看得到山后位嘅图案意象同人工嘅，不过其实也只嘅木后位哦。因为生活同山后位应该从村民如讲自家系山后位，还用山后位来做社区营造嘅吉祥物。生活村唔单止系桃园县第一个通过农村再生计划嘅社区，今年7月咧还通过环保署环境教育创维认证。难得的是，也系全国第一个社区型嘅创维认证。因为推动减量开发，生活村内如果有太自然嘅感觉。认证通过过后，民意旅游学校单位同其他县市嘅社区申请爱参观，本国多人认识得到生活一个西装头，也体会到生活村民敬天谢地同尊重大自然嘅精神。你这个水那一种跳动状态就会变化，会变到冇感情的嘞，所以爱感量的，意思是这样讲，或者按你感情变到哪条度呢？开发减量，包含一些水泥减量。好，我们道路就是不用拓宽那么够用就好了，不用那么大。对，所有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压力也可以减量。那你们知不知道桐花有分公的跟母的啊？没有。好，跟大家介绍哈。我们看到桐花刚刚那整朵哈，我们在桐花季的时候，然后它会掉下来哈，要两周，它差不多生命期1周左右就掉下来。那它掉下来那个都看到地上白白的一片，那个都是公花。跟3年桐。認真堂嚟解說，對面挑戰嘅師傅持到都好氣，兩日用探向解生保存，來嚟住圈成一刻，中度樣皮就變到鬧嘢起來。我们同学有看到一些昆虫在上面哈，也有长植物。那这个透水性，它就可以有一些植物、昆虫在这边可以栖地在这边哈。如果你今天用水泥把它整个弄起来的话哈，它就没有生态了哈。如果用水泥起来，它就完全没有透水性，没有办法让植物生长。這片塘是偏基調，也是太自然，唔過係長開樹田，樹紅嘅土植物出地免挑戰。它的果子呢是有長翅膀的，就可以隨風飄到很遠的地方，傳播它的那個幼苗。兩潭鄉散步社區，透過按照三角水，萬乃都係愛山呢老散步，見面淡淡江天種茶落雪。94年開始做社區人潮，自然嘅農村景觀下嚟移到為田園。生活村唔但長係土壤站，提子找通過農村再生計劃嘅社區，今年7月還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創收認證。上來以後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比較不一樣的？都平的了哦。好，那上來看見什麼？看到了是嗎？好來。茶樹啊，都知道都是茶樹。这边自然环境比我们那边还要，不要把筷子折断。比较自然，很自然，很舒服。一起来这边教学，可以学到很多自然环境。在这里看到很多蕨类，然后有很多种自然的植物，然后也让我学到要更珍惜大自然，不要随便任意破坏动植物。这个三河村的环境认证场域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它是属于比较农村型的。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学到跟我们比较田野生活有关的东西。那同时它这边的环境教育的设施，它都是用自然的土石、树木、竹子去建構整个农村形態。目前其他國家嘅環境教育創收，就按到嘅官方資源提出，散步社區兩隻細細嘅狀態，準備見面就求是強下維護自然嘅風貌。散步未變就係全國提子者社區應該環境教育創收。因為看到去申請的都是一些比較
比较关渡自然公园啊，那一些都是比较大型的。那对我们呢，我们只是一个社区型小小的。来到山坡被发现，冇像其他农村前面古正市建会做硬体，万内都系父母难实施。山坡村嘅自然环境，人来到呢都冇乜嘅压力。我哋當然推廣嘅減法嘅思考咧，我做父母耐性減晒佢，我做開發性減晒佢，韓國我做我出面嘅心關度，有種嘅建設方面都減晒佢。这一条古道哈，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还是很原始的哈，我们没有破坏它，没有去给它做铺面哈，还是很传统的、很原始的铺那个鹅卵石铺面哈。如果今天是真的是用水泥把它铺起来，可能就没有生态了，我们也没有透水性，那植物也没办法生长，那还有一些我们的昆虫啊，我们的一些青蛙啊，它们都像这样就有办法让它在这边栖息了。學老祖公嘅智慧，用材體研究嘅材料，每條都嘅硬體來讓向度環境。按用嘅想法，咪是受到村民嘅挑戰老注意。所以村長做嘅填圖嚟村民行出去，看下拍啥用得做。我嘛識圖是當到父母內，當到當土牆係沙起一看。我每意講，從那漫山度鋪父母內，石卜按這樣嘅老祖先做石卜，那個vật體去度做當土牆。呢度看到好麼？不宜做比較，漸漸嘅超過大部分嘅人認同講嘅只工作咧，我都復橋下正。但是復橋並唔係落後哦。歸路行內冇人歸，村長用嚟3年，本村民接受減量觀念，經常嘅建設並冇法度為農村帶來實質嘅幫助，應該對應嘅規措開始做。村長講，農村係個冇用感情去做，除為冇生命。民主為認同呢兩隻理念，眾多嘅人都出來共下參加社區事務。從村口開始一路介紹到這邊，我可以把我村子裡面的故事，把我認識的植物，把我在植物上面小時候帶給我的故事，我通通告訴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就向外來，繼續賣在花嘅東西，種回啦，繼續來就讓從大家土大家行，到目前為止就反應還不錯啦。給我的評價還沒講負面啦，正面還是蠻多的。我想每一個人都是成就感，又不應肯定一些成就感，我就走升起來。72歲嘅村小佬，本單係關懷點照顧嘅老人家，不過參加嚟社區討論過後，佢嘅想法深到初心，享受付出嘅快樂。佢講有很多水來不應關懷，晚上去來，家先我咁係不應關懷嘅人嚟，咁冇人都咁樣做，來到之後，老太爺窮下慳嘅啫，記得講嗰種身體狀況很做得啦。有種基本走上走下3公里，對我來講不是挺困難的事情啦。民主黨當然係退休過後轉到總督，就發現講原來自家選咗嘅地方係安定影響。成都那邊發生乜事情，我都沒有在管，我都冇得插。這個其他事情都係冇關係，我們全家都已經投入這個志工工作，完全可以把這個環境裡面，把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完全回饋在村子裡面。那慢慢的改變，有時候發覺，村子裡面的故事很多。講到山坡村嘅故事，繼續填充而講到山坡嘅吉祥物猴兒。數破百米老六頭鴨包到半梯度，高標到每個都去騎，本單普通嘅風板就變咗嚟自揸一揸當地嘅小街山猴兒。第三幅山猴兒嘅圖按奶看得到，除了社區葡萄，還有各種冇球狀嘅人工嘅。不過其實山坡村並冇猴兒。小時候我們讀三和國小啊，去遠足的時候去別的國小，那別的國小就問我們哪裡來，我們說我們是三和國小。那他們乍聽之下好像是三猴國小，三和跟三猴的音似啊，然後就說我們是三猴子這樣。
首支记到里容山海湾人上人潮杀气特色，新光本外体验下留下人上。村长讲，总督嘅老气氛，下那系杀气特别嘅人文景观。规则撞头都系劳动市啦，咱都讲嘅劳动市吼，像老树嘅啦、老石卜啦、老石架嘅啦、老烟架啦、老香任啦，所以我哋空气底部都全部系老嘅氛围啦，系老嘅东西啦。啊，底部度呢，按到种老呢，老烟架就系我哋嘅补啦。用萨克斯风燃奏客家歌曲，陪人非洲鼓，数量嘅强烈节奏，重视用各界能力表演，突破榜美展现出十足范例。这是非洲手鼓嘛哈，你俩打出变成客家手鼓，客家非常手鼓哈，大家哈要整齐就好听啦，哦，大家拍子有配到就好听啦。不会哩哩啦啦这样子。来啲打鼓嘅嗬，輸入一樣就吃到千好樣，真好聽啊！都唔出錯啊，見哪都聽嘅。係將去台中去台北呢啦，那度全部有去啦。為到自己老人家每一節選舉，殺起心靈的客家手鼓吹。老人家除了認同之外，每有機會到各地去表演，都能會行行啊！我哋有一種想法吧，吼，希望我哋壯頭嘅老人家都唔是送到養老院，唔是送到嘅看護中心，我自家嘅志工，我自家嘅能力，就做得做嘅不下來嘅服侍。我的志工哈，有些也是老人服務老人，其實我的志工有些已經超過65歲以上咧，就說自動自發，他認為說我可以服務他人是一種福氣，我不一定要給人家服務。當禮拜三，老人家會試圖其中到沙器官飯店，除了有各種法圖可參加，咪聯絡感情，還有當住大家共下視頻，下展現的農村嘅年輕味。我們羅慶柱先生拿了茭白筍哈，謝謝羅慶柱先生哈。還有我們春嬌姐哈拿蠶豆哈，謝謝春嬌姐。沈春妹拿蘿蔔哈，謝謝我們春妹。謝謝波哥，謝謝那個蘿蔔很好吃哦。是哈，我們等一下就有蘿蔔湯可以喝，對不對？就是每年係狀況哦，記得差唔多大家已經有種菜，種菜記得是當於成就感，我拿來給大家分享。你看早上頭全部微微手度個洗菜種，度個托菜啊，拿來本大家食。清甜嘅菜頭湯，豬肉蘿蔔筍，還有鹹炒嘅番薯肉落鹹菜，是兩個種嘅菜體食材，感受了農村嘅熱情。就嚟關飯店，殺起老人家咪就嚟話病，不但將見小報數嘅記錄，來到兩位都變到很啊快樂。專為村長老殺起協會嘅帶領，很難專為殺起建議如是嘅構想。三福村例如有下嚟資源，促進草因草村，運草出嚟兩位上主嘅自然遺址。地方文化運用嘅保留，農村價值運用嘅呈現，三福村青島方向，生活行出其街路。